回带来是7.9个字啊。今日我哋去澳洲嚟會去看嘅就百鳥歸巢坐船嘅。嗰個可以啊，冇問題。係。冇問題。見到行路啲看表仔，看日落。我哋坐一同坐咧。我唔制，我真係做嘢啊！見到出發啦。OK， 好啦，咁。哇！偷偷地將雀仔蛋收喺個肚入邊。佢哋食嗰個一年嘅時間啊，一年嘅時間，公嘅幫乸嘅一對生開2隻蛋。哦，白鷺啊，咁啊2隻變咗4隻，所以多1倍出嚟。好啦，嗰個前面摘花先啊！摘花，你睇幾多？我這裡站這個啊，2個，下面有，下面有，哇！OK， 咁啊朝頭早嘅時候，啱天光7點左右，雀仔就飛上河巴，等到傍晚咧，就雀仔就飛翻嚟。7點左右啦，接近7點6點幾，接近7點開始飛，飛到夜晚接近8點。哦，咁啊今晚你嘅 stock 啦嚇，咁咪喺島入邊嘅 stock 咧，應該都有冇8000都有成9000隻噶啦，啊！而家咧我哋喺島嘅出邊，入邊有河仔。不過而家水未夠滿，唔入得去。好，chờ一天水滿啲先，我哋就安排下睇。Hello， 今天的太陽很曬，今天日落在我看應該是很美，因為呢現在下面沒有黑雲。有時候呢，這個時間很美，突然間飛過來，這邊的鳥是48罷了。这1-2年才飞过来。那么如果你问我呢，那么这个鸟从哪里飞过来呢？那么是很以前呢，我们去过泰国紫金岛下面玩，那紫金岛那边呢是个湖来的，那我们坐船过去呢，那紫金岛那边呢，可以看得到湖那边呢很多这些鸟在那边飞来飞去。所以呢，有客问我们，从哪里过来？从泰国过来啊。OK， 好了，那我可以看得到鸟开始要飞了，前面上面10点方向。哇，12點啊，這邊。那麼早上飛咁我有鳳匙啦，我有星巴啦，我有做巴比嘅水泵啦，我有維修發電機啦，咩都做啦。遊客都係我做上嚟啦。如果冇咧就擺安順咧，做遊客嗰邊咧係冇名，完全冇嘅。有名開有。係啊，我可能識啊撚我。其實咧個問題就係咧，當有人做開過後咧，有啲人會爭。叫架用飛嚟遊啊！係啊，睇到。誒，潛落去啊！我潛落去啊！哇哦！要落水要上樹，後邊咧又係個太難啦。2蚊鈎。哇！
大嗰啲。租嘅飛人仔，哇咁而家呢段時間咧，就係冷吉方向嘅雀仔飛緊。哇！呢個飛都唔夠低，越夜就越低，停一停先。因為俾啲人嚇驚晒咧，佢唔敢飛低咗。哇！真係好靚喎。 OK 好啦，咁入邊咧所謂嘅擺頭會產就咁樣嚟啦，一班廿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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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停咁飛到夜晚接近天黑，所謂嘅擺頭會產就係咁樣嚟㗎啦。擺羊尾插，OK。雀仔我見到幾萬隻喎，邊度止幾百隻啊？係咯。啱啊！你呢個船嘅名，因為其實咧我已經改咗嘅，上邊嘅新嘅牌。啊！呢班咧喺我哋船頭飛緊個，你好近。OK 好啦，呢班飛過開，再一班喺上面飛緊。啊，離水白線，呢班咧。